好，咁呢一條咧就好，其實真係唔係太難嘅，但係都想你理解嘅嘢就係、其實都出過啦，係啦，就係之前我哋出過，即係功課出過啦，就係嗰條地鐵同埋九龍嗰陣咧，係以前好歷史嘅嘢啦，係啦，咁佢哋兩個服務地區唔一樣嘅，兩條線嘅，咁合併咗一齊就變成咗一個係啦，一間公司咁樣啦，咁呢度都係嘅，天星小輪啦，同埋呢個新渡輪啦。咁你見到佢講到明啦，天星小輪淨係服務中環至尖沙咀，呢度就北角至紅磡，呢度北角至九龍城。咁如果你對香港有少少地理認識嘅話咧，你都知呢兩個係唔同嘅地區嚟㗎嘛。所以如果兩個地區嘅話咧，就算你話哦同一樣嘢，大家都係做咩啊？大家都係做呢個渡輪嘅，但係佢哋係兩個唔同嘅市場。我哋話咗橫向要係點樣啊？有三個條件㗎嘛。同一個階段啦，咁同一個階段咧係唔難得，即係唔難分得出嘅。同一個階段啦 double level 啦，係啦，幾個階段先。係啊，即係同一個階段啦。跟住第一樣嘢，第二樣嘢就係同一個主要嘅產品啦。咁佢主要產品都係做渡輪㗎啦。第三個就係同一市場。咁呢兩個正常應該達到嘅，係睇得出嘅。即係佢冇講呢，假設達到，但係同一市場達到唔到嘅話，就已經係變咗做側向。即係佢哋係冇競爭性嘅，佢哋冇競爭性，佢哋相關，好相關添啦，但係冇競爭性嘅，所以佢係側向嘅。咁 B、C 冇人揀啦，係啦，咁但係 D 就應該 A 同 D 就應該會困惑，但係答埋 D 係。